灣仔核心、精品戶型、現樓登場，淨係呢3個賣點就可以預期位於灣仔春園街嘅發展項目將會吸引一眾年輕專業人士、海內外優才以至投資者嘅目光。只有88伙嘅精品住宅 Spring Garden， 直接以春園街英文命名。物業由會德豐發展，實用面積由242至398平方尺，亦係中毛最活躍嘅1、2房間隔。灣仔匯萃住宅、商廈、多國餐飲、文藝地標以至歷史建築、新舊交融，單係春園街同旁邊幾條內街，已經雲集檔次同風格截然不同嘅美食，亦係香港精彩多元嘅縮影。距離 Spring Garden 僅約1分鐘步程嘅合和中心，近期完成擴建，引入更多商鋪同新 food court， 令區內配套更豐富。發展歷史悠久嘅灣仔，至今仍然保存6個法定古蹟同超過80項歷史建築，沉澱舊香港情懷，更為追求品味生活人士所向往。灣仔素來以位置便利見稱，交通選擇繁多。由 Spring Garden 出發，短短10零分鐘步程範圍內，已經可以前往周邊多座地標商廈。行去港鐵灣仔站 D 出口商場，亦只係約1分鐘。一站直達金鐘站同銅鑼灣站，2站到中環站同香港站，輕鬆來往 CBD 同購物區，生活方便精彩。住戶亦可以選擇步行到東鐵線會展站，直達羅湖落馬洲口岸。Spring Garden 擁有備受市場歡迎嘅間隔，又享受到灣仔區嘅國際化生活配套，便利一眾精英住戶隨時接通都會脈搏。